咖啡而家係我哋日常生活嘅必需品。我哋沖一杯咖啡可能要短短幾分鐘，咁但係原來喺我哋烘焙咖啡嘅過程，如果個火力同埋個時間、溫度呢啲控制得唔好，其實會令到嗰個咖啡豆個味道可能會有變好咗或者變差咗。其實好多學員就會覺得，我炒完或者我自己完成咗一個烘焙之後，就好似我真係望住一個小朋友啱啱出世，然之後見住佢長大咁樣。所以好多學員對於咖啡嘅烘焙或者咖啡嘅拉花係好有興趣。除咗咖啡嘅沖煮啦、咖啡嘅拉花嘅技巧啦，同埋烘焙技巧之餘咧，其實對於咖啡嘅種植嘅知識咧都好大嘅關係嘅。咁除咗呢啲之餘咧，亦都會牽涉到一啲嘅營運問題啦。當學員學識咗呢個咖啡調製員課程畢咗業之後啦，我會覺得佢哋學識嘅嘢係其實頗多下嘅。總之你嚟上堂，我就會將我所見所聞嘅教晒俾你。ERB 咧，除咗會有呢個咖啡調製員嘅基礎課程之餘咧，佢另外有兩個叫做咖啡拉花兼讀製，同埋一個咖啡烘焙兼讀製嘅，可以更加額外進修到一個咖啡嘅拉花技巧啦，同埋一個咖啡烘焙技術嘅。咖啡而家喺香港嘅前景嚟講嘅話，我會暫時嚟講都會覺得樂觀嘅。